初一无平静，各地头发生大细火灾。伫咧台南中西区早起有4间店面着火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另外，新北的新庄有一间电动奥多麦店着火，拢总烧着50台奥多麦、电动铁马甲汽车。那偏乌是有6台奥多麦着火，1个民众着伤。连同的真一间店头庆祝大火，天边拢是乌烟，消防队员赶紧由水线抢救。台南市中西区福建路一段自9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火警，现场真一间店头含着火海，火势搁向两边的店头甲主体拖开，消防队全力拍火。商务的那个铁皮店铺，它已经都是一片火海了。那因为它第2面跟第3面有紧邻民宅。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就是先出水线去做第2面跟第3面的阻隔燃烧。火势伫早起9点半左右控制掉咧，好加在无人员伤亡。不过技术电信箱货车弄掉才引起火灾。警方表示，吊水驾驶技术食感冒药啊，偷行误行才会开车冲撞路边的电信箱。不过是毋是就是火警原因，要搁调查清楚。新北市新庄区4维路一间电动机车行，初早起将近8点也发生火警，虽火势伫差不多10分就拍花。不过有20台机车、19台电动脚踏车、1台汽车被烧害去，5个住户有风险送医。我们都没有在家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他在守那个窗户，有人帮忙，他摔后面的门救他出来。在睡觉啊，他出来看一下，他看是对面烧起来，我车刚好就停在对面。另外，伫偏湖北景要停伫民体大厅6台机车，车透早将近7点时阵被烧害去。67岁姓王的住户，迄时阵想要抢救机车，结果头面甲双手手掌拢无细致受伤。火警原因有关爱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